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1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日增加56339个本土病例，另外对明仔载开始5岁到11岁囡仔会当注第2档的 BNT 疫苗。台南的渔光岛有6个高中生去耍水，其中2个人去互大英港去有救到一个，另外一个伫6点过时阵有找到，目前乌卡送病急救。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之一罗西亚记者，伊甲奖牌捐出来拨款，诺贝尔大约是报着代票30亿，来捐予乌克兰囡仔。国内伫今仔日的本土病例增加到56339个，中重症患者209例，死亡个案有115人。针对国际感染的定义，指挥中心表示，进前的专家会议有讨论到会放令来去认定，只要是3个月内症状变严重、快筛阳性或者是 PCR 采检阳性，而且 CT 值伫27以下，就当作是重复感染。然而，指挥官陈时中昨含今仔日拢无来记者会。主要原因是今仔日伊快筛依然是阳性，不过又较好啊，精神含关机拢袂歹。新冠本土病例搁转来5日头，21礼拜2新增加56339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中南部为主，前3名是台中市、高雄市甲新北市，中重症新增加209例，死亡有115例。每个星期的星期2跟星期3公布的数字都会是1周当中最高的因为会有一些这个确诊的案例，可能是在星期1的时候透过视讯确诊，然后在星期1的晚上到星期2中间进行这个上传资料。另外也新增加2例儿童重症病例，其中一个是4个月查甫婴仔，本身有心脏病，5月底因为落下这个镜头去病院挂急诊，后来皮肤出现代理旧斑，电光显示肺炎。另外一个是2岁查甫囡仔，有样型病史，6月底因为发烧慢咩送医，也是诊断肺炎，伫家护病房治疗。我们的儿童重症个案是有65位，其中今天新增的2位都是肺炎的个案，所以肺炎目前是累积有15例。那死亡的个案跟昨天一样是维持18例，没有增加。若是外界关心第2遍感染的定义，指挥中心表示，进行调开专家会议讨论，放令认定3个月内符合2个条件，就当作是重复感染，包括用药等相关配套流程，听候最好了后，才会正式对外公布。搭配的这个有症状恶化的话，它需要就是有这个抗原快筛阳性，或者是说有 PCR 阳性，而且 CT 值在27以下，就 CT 值小于27这样的情形，所以是选择一个可以是抗原快筛阳性，或者是说 PCR 阳且 CT 值小于27。那如果搭配这2个条件，专家们是认为说就可以符合我们重复感染的这个定义。本土疫情转好，单日确诊数甚至有希望降到1万例以下。罗义军是讲，各区开始脱离高原期，各县市确诊数平平啊。不过即马天气变热，民众遵守挂喙安可能会无遮好。伊个人认为2礼拜后病例数降到1万例以下无遮乐观。另外，辉瑞 BNT 儿童疫苗第2期会伫6月2日开始注，目前已经有78万个囡仔完成第1期辉瑞儿童疫苗的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在确诊了后，犹原爱注意哦。国内出现2个可能是 Miss A 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一个是50岁的查甫人，6月初确诊了后11天出现器官发炎衰竭的情形，落笔来过身。另外一个是20多岁少年查甫人，确诊了后伊复原啊，也煞来出现着伊的肝脏腰子发炎的情形。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已经有300多万例，即马出现2例。疑似是 Miss A 多人道系统发炎症候群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一个是伫6月初，一个男性50多岁死亡的个案，为着新冠病毒了后11天左右，出现几下的器官发炎衰竭，迄当阵检判有心肌炎、肺炎，诊断内底嘛有写着道系统发炎 Miss A。不过伫6月初公布的时阵，是写肺炎合并几下种衰竭，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20多岁的男性，为着新冠病毒了后，出现肝甲腰子等等器官发炎的病变，嘛有休克的情形。不过，并无严重心脏疾病的条件，所以这2个案例并无完全符合美国 CDC Miss A 的定义。那后续再经过这个病例的检视的话，再跟这个美国 CDC 的 Miss A 的病例定义，这个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病例定义来对照。那是认为说，初步的判断是说，他因为没有这个所谓最上面这个临床标准里头提到这个发烧38度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还是审慎起见，我们会提到我们的专家会议再去做进一步的报告跟讨论。
指挥中心表示，大人的 Miss A 比囡仔的 Miss C 减真济，是较少看的。国际上通用病例的定义，嘛敢若美国 CDC 有定出来，包括年岁伫21岁或者是21岁以上，带因超过24点钟，或者是因为疾病来死亡，而且符合主要临床标准严重心脏的疾病，或者是皮肤起粒仔，后边无补人的结膜炎，而且爱符合临床甲实验室标准的患者，才会来做是 Miss A。国内医师指出，虽然本土确诊人数逐工有咧减少，不过确诊了后2礼拜至12礼拜，可能会产生 Miss A 个案，而且甲囡仔的 Miss C 来比，致死率是加真悬。这个 Miss A 它不是一个轻症哦，它甚至比这个 COVID 重症死亡率还要高哦。在很多的案例报告，它的死亡率是7%到10%，可能是儿童的在3到5倍以上。那主要就是说，这个 Miss A 的一个形成哦，现在主要的假说就是说，它有一个超级抗原，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冠病毒。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因为这个超级抗原呢，对我们自己身体的器官呢，发动一个无差别的攻击，所以它是一次好几个器官呢都受到损伤。医师表示，为着新冠病毒会变重症，大部分拢是侪岁人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等等的患者。不过外国的研究显示，会得到 Miss A 的人，大多拢是免疫力较敏感的族群，而且有2/3拢是少年人，大部分是较大颗的，过去身体健康无慢性病，所以提醒大人若是去画着了后，常常发烧烧甲真厉害。有少数的人，还佫有目睭发红，或者是皮肤起粒仔，若有拄则讲到的症状，都要去互医生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2岁查甫囡仔恩染病过身，即马新北市这录音档案逼出来了后，发现这卫生局人员讲这病院真满，爱消防局叫因阁稍等一下。恩的老爸认为这款的态度才会害死伊后生，无排除要提出告诉。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卫生局是依照中央的规定伫咧执行，无延误就医。指挥中心也表示讲，这119咧收案应该是打派车，那联络卫生局，唔是爱这卫生局同意才当派车，而且这地方政府有权会来调整中央之意。囡仔已经意识未清，问阮妈妈无助救援的口气会错，经过就看压出的录音档内容，119接到报案了后，几下摆敲电话联络新北卫生局所，拢无人接。现在是下班时间，请于上班时间再来电。经过26分钟了后，才总算接通当时唯一有权派救护车的卫生局。要不过，当卫生局听到消防局人员转述囡仔身上出现紫斑的时阵，煞是回应，请等一下。发烧，然后好像状况不太好，有紫斑。好，我来门看没啊，起码北医就办呢。OK。如果再进线的话，你要稍等吧。他们没有把他们正在处理的一条小生命，那是我的儿子，当做一个很慎重的事情在看待。问阮爸爸后天流目屎，控诉官僚责任，批评录音档根本就无告知纪律。消防局长甲卫生局长拢在讲白菜，连夜议员也批评校市府政策错误，自创专台的确诊者爱卫生单位同意才会当派救护车的规定，才会造成延误就医。听到孩子有紫斑出现的时候，应该要有基本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是在非常危急的状态了。为什么你卫生局的接电话的人员还可以这么云淡风轻的不当一回事？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消防指引，表示只要符合意识未清、喘还是喘气困难、继续胸腔痛、胸腔不定任何一项症状，119收案，应该派车同时联络卫生局，临时经过卫生局同意才会当发车。新北市卫生局声明，是依照当时中央相关规定执行，并无延误就医。所有在防疫的过程都必须要按照中央 CDC 它所提供的防疫指引，并没有自行订定什么样的新北指引。目前这个案子已经进到司法程序，只要司法单位有需要，我们就要全力配合调查。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日再度加急动员，要求侯友宜到议会报告会时咧，我要求市府追究责任，应该法办就爱办，爱处罚的就爱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安平的渔光岛，今下晡发生学生渡水意外，有6个对高雄来的高中毕业生去到渔光岛玩水，其中2个去互大鹰架去，有1个有先救起来，另外1个是下落不明。根据上最新的消息，这个失踪的另外1个高中生呢，伫下晡6点20分左右有找到伊，不过是天气乌卡的状态，赶紧送病院急救。
海巡人员坐船伫海面上来回敲吹，希望找到失踪学生囡仔的下落。台南渔光岛日下晡2点外发生落海意外，6个为高雄来的高三毕业生烧酒来耍水，其中2个互大海淹过去。斗阵的朋友发现了后去救人，嘛差点点发生意外。被浪打走，然后我当时在这里，然后看到的时候，一个已经很远了，我救不到，然后一个过去救，然后自己也溺水，然后我就只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把他们拉回来。有点掌握，这个掌握还没哪里不舒服，过去可以吗？防救起来的学生囡仔因为砸伤，坐伫海沙坡，随防送去基美病院。渡落水的3个人，目前还阁1个人下落不明。海巡出动船，水上奥多麦阁申请空中侦察机，伫七华园上港北边报环到渔港南边报环来回敲吹。因为这边有离岸流吼，里面的漩涡很强，我们怕是说还在漩涡里面吼，很难找得到。渔光岛社会上港水域禁止耍水游泳，岸边有徛警告标志。去年10月，同款有学生囡仔伫遮渡水。今年5月，因应hiệu热到啊，台南市政府成立水域安全网，公布适合耍水的开放水域顶。无想到，也是有学生囡仔走来，海巡也再一次提醒民众遵守禁令，唔通随便落水，以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今仔日对全台湾11县市发布高温特报，伫花莲上介热，活头的时阵出现37.1度，另外伫屏东高雄的气温也拢超过36度。虽然这用电量无破昨的记录，不过也超过3858瓦。另外，这电钱审计这部分，有人讲会起价，也有人讲会锁定这用电用较凶的大型企业。今年24节气的夏至是21，嘛是24的时间上长的一天。今仔日真烧热，气象局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特报。花莲上热，我北到的时阵上高温是37.1度，屏东甲高雄的气温拢有超过36度。用电量虽然无超过20个记录，不过尖峰电力的负载量嘛超过3850万千瓦。也若比转用量率，台电估算是8.59%，用电出现警示感觉色的灯号。温度太高了，节约用电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就在家里吹冷气。台电预估，今年用电量会创下历史新高，会超过4000万千瓦。不过现阶段台电面临卖一度电对亏损一度电的困境，因为国际燃料继续大起。后礼拜1、27会召开电价审议会，无排除会起电钱，而且可能敢若锁定用电量真大用户。制造业会出走，一定会出走。执掌用电大户，那就是处罚用电大户，受政府处罚，我们就应该出走了。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峰认为讲，现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真大，建议在分阶段来起电钱。不过，宜美食品董事长高志雄认为讲，应该一定程度合理来反映电的价效。全部都不涨，变成电力供应亏损几千亿，税收的预算对经济也是不利的。台电表示，电钱敢是要起，27就会决定。物价甲燃料的成本拢会考虑在内。不过受到法规的限制，就算是起电钱，上济嘛，敢若会当起3%。台电今年的亏损，百面是会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最近伫屏东进行新疆操演，今仔日是第2天，再去进行双联装的试舰飞弹试验。不过，中国军机随飞来到西南空域，而且阁飞来15架，袂输是要试探军舰同款。官兵操作 DMS 双联装试舰飞弹顺利拿查目标。国军汉光演习前上大实弹操演，其中一项就是新疆操演，针对试舰飞弹进行考验。试弹飞弹伫俄乌战争中贡献真大，真受注意。陆军甲海军陆战队拢有配双联装试舰飞弹，射程会当达到4000公尺，主要用伫低空拿查。一次成功的操演，其实它背后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包含了从计划作为到训练到后勤补保，以及到场地准备，我们在跟地方乡亲的沟通协调上面，所以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国军强调，成功操演都是验证部队防空作战能力。国军日伫屏东实弹演习，军事部记录着强军早起密集派遣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有15架这么多，挑战意识真重。若是头一只国造尖南表面落水，互人当作是行进最后一里路的国家军武实验室。去年确定起伫高雄兴达港，预定民国114年完工。
不过，敢若有实验性嘛袂使。主导计划的海委会国家海洋研究院邀请4间大学做技术整合，第2日成立军部试验国家队。总统蔡英文亲身落南主持国家队成立大会，凸显中央对国南国造的决心。这几年来，国建国造的海巡和海军的舰队、舰艇一艘一艘的下水成军，我们用行动和成果，让世界看到台湾造船的能量。还有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还有的时候我们的设计的机密也有治安上面的一个问题存在，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技术留在台湾。实验室要整合台顶大学的专家试验能量，也有中山大的水下载具技术，希望未来军舰、舰舰甲海巡舰的专家会当直接拢伫台湾做完整的试验。记者综合报道。东吴大学音乐系学生温玉石，伊用1年半的时间，甲中国解放军地图画甲清清楚楚，佮甲1200个军事基地标记出来。有专家表示讲，这个地图呢是大约有7成准，有影是不简单。邮票所标记的地点，就是中共上界新第3防空母舰福建舰。伫上海江南制造船，会当真清楚看到甲板顶悬有3条弹射器，还佫有配置电子弹射。另外，就连离金门敢若5公里半的厦门，嘛还有列出10几搭军事据点。这份地图真详细来看出共军各个基地的设施。这个地图的制作者是一个东吴大学音乐系4年的学生温玉石。解放军有时候会在沙漠里面弄一个很大的标语啊，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啦。还有空军的设施，然后中央政经的军事机关，没有人想战争啦。我觉得不管两岸是战是和，就是大家多多了解总是好。开1年的时间，整理Google地图、百度地图之外，来标出1200位的地点。地图顶悬规个拢是中国的5星旗，亲像陆海空的军事基地、中央政经的军事机关、火箭基地。温玉石伊讲，中国军事设施有3大特色，包含方正、死板、精神标语。温玉石伊来透过这份共军的地图，表达反共的立场。强调讲，无人毋望战争会发生。专家讲，温玉石透过公开资料做比对，做出这款共军的地图，伊的准确率有7成，应该就要真加肯定。它是有相当的正确性，这不太容易。但是以情报的眼光来看，这个跟真实的情报是有一点距离。但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现在共军的重点是在台湾。台海的情势真紧张，嘛引起美方的重视。美国参众两院最近有来提出国防授权法案草案内底，都讲到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美国联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进前有通过草案，就是要求美方和台湾签订数年的计划来做联合训练演习。法案最近会送到参议院的院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之一，罗西亚记者穆拉托夫，为着要替这乌克兰囡仔筹备资金，就甲伊这个和平奖的奖牌呢捐出来募款。诺贝尔是以代票30亿这个金价卖出去。这毋但是显示讲伊用金钱伫咧斗相共，也用行动来反对罗西亚的入侵。伫美国纽约，拜一举行一场真特殊的拍卖会，要拍卖的物件是诺贝尔的奖章。Today is an International Refugee Day. Это не праздник. And it's not a holiday. Это день трудн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甲奖章捐出来的是摕到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之一，嘛是罗西亚的记者穆拉托夫。Что 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их будущее, как развалины убитых городов, бульдозерами не сгребли в какие-то страшные кучи? 穆拉托夫是罗西亚真有名的异议人士，捌创办《新报》这个报纸，前过去就反对罗西亚并吞克里米亚。今年2月，罗西亚军轰拍乌克兰，伊嘛无放弃第4权，坚信反对莫斯科侵略的行动。嘛因为安尼去互普丁政府点油做记号，称在受到打压。伊的报社嘛因为安尼就要关起来。不过穆拉托夫也是希望会当替乌克兰做一寡代志，所以主动把奖章捐出来拍卖。Outbidding $100 million on bidder 303.
then ladies and gentlemen, done. Over $100 million. 这个奖章落尾是以1亿外美金，差不多31亿台票的价数拍卖出去，创下68年奖章拍卖纪录。真正拍卖奖章的人是摕到1962年生意奖的华生，伊伫2014年以476万的美金把奖章拍卖出去。莫拉托夫伫拍卖进前已经表示，所有拍卖收到的钱会直接捐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伊的行动会当招更较侪人甲乌克兰応援。也若伫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是用另外一种真特别的方式。甲乌克兰斗相挺，当地政府甲警方合作，定期来发起一个活动，互民众甲枪卖互政府，而且呼吁民众支持乌克兰，嘛减少枪出现伫街路的机会。My brother-in-law passed away, and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the safest way to get rid of guns. The reception today already has been great. Dozens and dozens of guns within the first hour have arrived. 活动一个开始就收到袂少响应，不过嘛有部分持有枪的人质疑警方是咧讲骗，因为根据当地法律。警察部门是无法度甲枪出口去其他的国家。不过，迈阿密的警方表示，伊已经有甲国务院合作，嘛找到有许可证的出口商，会尽力甲枪送去乌克兰。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译。真侪国家开始放零这防疫规定，大家也想要出门去佚佗，想袂到这航空业却开始欠人欠骹手，致使欧洲真侪国际机场一直出问题。旅游市场各回温宣是好消息，不过目前恐惊毋是去欧洲佚佗上好的时机。为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到伦敦机场真乱，这拢甲机场欠工有关系。大部分机场的行李搬运工、卖票员、甲机组人员，疫情期间客人是透露，要互人力快速到位真困难。英国的希斯罗机场20就因为欠工这个技术问题，取消30个航班，超过5000个旅客受影响。行李也蹲甲规个机场大厅，希斯罗机场要求各航空公司缩减10%的航班来控制乱象。英国的易捷航空公司也宣布，今年7月至9月拢总16000个航班会缩减7%。另外一个乱象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劳工要求加薪。比利时20出现7万人大罢工，参加人也包括航空产业。布鲁塞尔20就因为安检人员的罢工，互机场被迫取消所有起港航班。Ici, je suis ici pour défendre le pouvoir d'achat des citoyens. Parce qu'apparemment, maintenant en Belgique, la démocratie est bafouée et donc on n'en sort plus. La vie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le carburant, tout le gaz, le chauffage. 不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20伫卡达召开年会中表示，虽然全球经济成长变慢，不过因为伫新冠疫情期间所累积的旅游需求增加，全球航空产业今年了起有可能大幅度缩减，明年有可能变淡。This year, 2022, we had originally projected losses of about 12 billion. We're now projecting that will be under 10 billion, 9.7 billion. I'm very optimistic, and I think the mood so far has been one of optimism. 若是机场欠工问题 ，IATA 原来有信心伫今年第4季前会变较好。不过 IATA 也警告，高油价甲通货膨胀确实有可能冲击航空业。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农委会最近有公布11间养殖场，讲这石斑拢是合格。主委陈吉仲也出面强调，台湾这几年石斑检验拢是100%合格，所落来会推动来外销来降低伤害。确诊新冠肺炎复原了后，头一届出现伫公开活动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自一早起参加交会所实验室揭牌仪式，针对外界质疑讲石斑外销中国有几啊间业者拢照牌出货。伊强调讲，11间养殖场的鱼仔、水质甲鱼温内底的土拢有合格，无论敢有照牌外销去中国。10年来抽检国内石斑的鱼温合格比率是98.5%，上市的更加是100%有合格。那不止品质好，安全更无虞。大家中了后接受郑传媒的专访，伊讲英国外销去中国的石斑一定爱中国有许可的养殖户，所以照牌出货是长期以来无好的旧例。伊嘛强调讲，2间外销去中国载货的船无老实来申报，嘛依法处理。他们为什么要指定呢？是因为中间有利益吗？他们读后特定的谈好的这些，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有形成这样的问题，而不是透过政府跟政府双方坐下来讲好。今嘛也有3600栋的石斑爱处理，农委会原本要提8亿来营运，今嘛改做是3亿7千万，其中1000栋的石斑以贷款免利息。鼓励养殖户继续伫咧鱼温内底搁饲3个月，
遐那另外一个重点是放伫扩大国内行销，目前已经有科技业注文500栋，也佫有嘛要扩展家庭的市场，希望民众会当加食寡石斑来取代进口的鱼仔。如果我们让它变成块，变成轮片，事实上消费者是比较容易接受。加持较久的石斑，肉可能会生了较煮。农委会希望速落来会当甲团膳业者来直接，甲石斑用伫营养午餐。也若外销日本的代志敢讲有成，目前还佫伫联络当中。农委会嘛表示，即卖会尽量卖独靠高一个市场，而且往开拓新的市场的方向来做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到学期尾啊，要办这实体考试，引起学生争论。就学生代表发起联署，讲有85%的高中生认为这应该要取消学期尾的实体考试。不过台中一中伫咧下晡，有关系宣布讲会照常举办实体期末考。学生代表提票语表达因的诉求，因为不满疫情还搁伫高峰期，毋过也是有真侪间学校决定要举办实体期末考。学生囡仔代表是烦恼，可能因为安尼会变做防疫的漏洞，也批评市政府授权予各学校决定，实在无负责任。攸关学生健康权的问题一直下放给学校，那造成校方跟学生一起产生了这样子不必要的冲突。我觉得防疫的重点性是更大的，就是考不考试对于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发起联署的机动学是讲，为18开始统计到20个早起11点，有超过50间学校响应，85%的学生囡仔认为应该取消实体期末考，改用多元评量加平常时的成绩，也当兼顾学生的评量权。认为无应该甲学生囡仔健康交学校决定，不过家长有无同看法。实体考试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公平嘛，因为大家是同一时间一起考试。线上考试，我觉得比较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家里说难听一点，有没有读书都不晓得了，考试他到底怎么考，你怎么知道？不少家长认为，虽然尊重学校决定，不过比起线顶评量，实体考试也是比较较公平。那台中一中是表示，经过后来会议讨论，也是维持举行实体期末考试。比照国中教育会考的防疫规格来办理。那对于防疫有所疑虑的考生，我们也可以提供他们防疫市场。由各校考量教学现场以及执行的方式，在顾及每位学生升学成绩评量的公平性，经过校内会议的讨论，妥为沟通后来办理实体的期末考。台中市政府表示，六都的台北、新北、桃园学生囡仔期末考用实体考试进行，但是台中、台南、高雄拢是授权予学校讨论决定。到2月规划举办实体考试有119间，除了会严格审核防疫计划以外，也要求学校做好各方面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较真的劳工伫咧居家照护期间是会当去请劳保的伤病给付。若准无多金领，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劳保费用无纳付清。若准纳清了后，有关是会当去请。伫劳保局外口，专门受理劳保伤病给付的柜台，不时都有民众送申请的文件来。受到疫情的影响，较真的劳工伫咧居家照护的期间，会当申请领劳保伤病给付。也若会当领的期间，会当翻头为4月初8开始算。我是摆摊的啊，所以那段时间就没有工作啊，也没有收入啊。对啊，既然这是算是福利吧。确诊人数比较多，所以最近送的件数会比较多。疫情的关系，生意不好，多多少少有一点补贴。民众普遍拢认为讲，这是一个袂歹的政策。劳保局表示，伤病给付是照被保险人平均一投保的薪水来算。从隔离了后，无法度上班，无法度摕到原底有的薪水的第4天开始给付。以普通伤病投保薪水上悬45800块来算，居家照护若是10天，上济会当领到5343块。也若为5月初8开始，政策有改变，居家照护缩短做是7天，上济会当领3053块。截至111年6月19号止呢，本局已核定23771件，不给付案件呢有544件，主要是以欠缴保费为最大宗。劳保局表示，无给付的案件，大部分拢是因为保费无纳，只要甲保费纳付清，就会当来申请。疫情影响生活甲经济，嘛影响到民众投保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有一个国中老师去互学生检举，讲伊伫咧上课时阵讲一寡有诶无诶物件来侮辱查甫学生。学校是性平会认定讲，即个老师是性霸凌，毋过落尾却无甲即个老师处罚。人本基金会今日要求，要替转去这项决议，也要调查这校长敢有失职。高雄这间国中一个查某老师，去年上课时阵，用一寡无适当的语言侮辱查甫学生，和学生投诉。曾经用一些羞辱男学生性能力有问题的字眼来骂学生，然后受害人不止一个，然后是在班上公开的场合骂。人本基金会公布，女老师知影学生检举，搁伫上课的时威胁学生的录音。这个案件是发生伫去年11月，学校性平会以无人检举决议无受理，所以后来人本出面检举。今年4月，性平会第2摆调查认定性霸凌成立，学校科学会说决议唔免处罚。3个性霸凌都成立哦，竟然还只建议只要惩处1个申诫。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连1个申诫都不要记这一整个学校的荒腔走板，校长要不要负责任呢？老师或是家长用一个就是很僵硬的、很僵固的刻板印象去框住的话，然后他又不符合这样刻板印象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比较负面的后果。人本质疑学校包庇老师，校长讲，这个老师有时情绪反应较大，代志发生了后，一直请假到单。师生之间的互动他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不必去申诫的。针对无处罚老师的部分，教育局表示，案件会退转去学校，定做适当的处理。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2017年，有一个下性别的学生考调中建大学的时阵，有提出诊断证明，要求学校就要互伊住伫咧查甫宿舍。不过学校却甲伊安排伫查甫宿舍，甚至还有2位老师甲伊踢笑骗相，落尾法院判这2位老师就要赔偿。监察院今仔日召开记者会，认为教育部要求学校性平会重新启动调查，也要推动多元性别友善的宿舍。一个原底生理性别男性、认同女性的下性别学生，2017年经过台北荣总诊断，开始荷尔蒙治疗。7月份伊入学登记大学，摕诊断证明想要住伫女性宿舍，不过校方也是安排伊住伫男性宿舍，而且处理过程佫受到2个老师的言语伤害。所以他都要晚上偷偷摸摸，快到凌晨他才赶回去他住的地方，很怕被辨识出来。半年内辗转的住在自己的社办，他还住到隔壁学校的宿舍。他问他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宗教信仰上就是不认同。2021年桃园地方法院判决2个老师侵害当事人的人格权，分别互判爱赔12万甲8万。监察院表示，校方性平调查只有1个老师的性骚扰成立，而且到今年3月才通过口头审解的处罚，认为教育部就要求校方性平会重新调查。几个老师他们应该负的一个责任其实法院都已经调查出来，而且判决了，这已经有新事证，所以我建议学校应该重启调查，同时应该要还给这个学生的一个就学权，他到现在还休学状态。监察院表示，教育部伫2018年到2019年，要委托学者进行下性别宿舍的研究，完成到达2年外，教育部煞无具体推动作为。到达有99%的大专院校宿舍，拢是2元性别区分的空间，要求教育部落实推动多元性别宿舍。教育部方面伫记者接触进前，并无提出回应。记者郭本祥随台北报道。新北市体育处最近一寡运动中心有开一寡运动体验课程，予新长者来这运动，而且还有请专业的教练来教。等下丢的时候，你的手腕也要跟开车一样转出去。新疆朋友对教练运动，新北市体育处甲雕塑性运动业者合作，对今年3、4月开始，针对轻度的新疆者开办免费的运动课程，希望因伫防疫期间，嘛找有空间通好消套。简单的运动课程啊，包含体适能啊，或是我们有一些就是专门为身心障碍族群所设计的一些运动项目，像坐地排球啊，或是一些轮椅击剑等等的。
业者讲，因会观察学员的动作程度、情绪状况，安排适应的课程。新北市体育处表示，新长者无像一般人，通随时找有运动的空间，所以今年才安排140点钟的运动课程，分做40点钟的阿佩温项目，加100点钟的上台课程。平常他们可能在家复健或到医院去复健，就是比较像器械式的复健，就比较单一无味一点的。那我们如果透过运动啊，比如说投掷啊、跑动啊、跨啊、跳啊，这些都可以运用他们那个大肌群的部分去做训练，那同时就可以达到他们的复健效果。新北市体育处表示，希望新长者透过课程建立社交关系，嘛互家属有休喘的空间。伊嘛会伫各区域内轮流开课，另外阿佩温体检课，会请国手教练团授课，互新长者通家己选择适合的运动，课会一直排到9月底。记者陈金丽、徐凯新北采访报道。有人叫做反光镜菩萨的张秀雄，这9年外拢伫咧路边切反光镜，差不多79万块。不过最近却传出讲，伊已经过世了。外口天也未光，这个老先生已经准备出动，开始一天的任务。伊是张秀雄，只要路边反光镜看袂清有垃圾，总是咱看到伊用腿贴骹，用布啊切。9年外，伊家己点点啊做善事，至少切过19万块反光镜。我这就不为己，我欢喜做，我无所求，我感恩心，我这就切心镜，继续切到我有一天要来离开人间以前，我这片镜要来个切落光。因为退休了后，看到车祸事故，发现反光镜真垃圾，烦恼人甲车的安全，所以导致的想法，互伊做反光镜修护员，走遍湘北甲桃园，甲反光镜切落清气看会清。真侪年前，这个做法，互大家知影了后，互人学落是反光镜菩萨。后人甲强悍，安尼阮安尼看，伊讲3、2天就来啊，去到大寮我这啊。这就是拢叫教家庭，这变咱运动无机。无私的奉献，让张秀雄得到交通部颁发的金鹿奖特别贡献奖。即马传出伊伫6月初过身，享年80岁。过身的消息，让各界真唔甘。伊的新妇也甲记者证实，感谢大家关心，希望延续大官点点啊做善事的风格，无受访问。其实张秀雄点点啊付出，也提高大家行车的安全。我们定期都有在做一些巡检跟清洁，好，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在山区路段，好像一些北宜公路、北海岸等地点哈，都有去帮我们协助做擦拭。那相对来讲，它可以提升用路人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反光镜大部分设伫山区、弯路，也是市区行仔路，防止视线看袂到，发生交通事故。镜面清气有助用路安全。张秀雄切反光镜看起来是小事，不过伊的善心照光人甲车，也照光大家安全返厝的路。记者综合报道。500年历史的台中旧火车头，经过规划变作是铁道文化园区。这个月初9对外开放，不过民众却发现讲，这火车车厢的不一定去互破坏，而且把这车厢放伫外口，风吹一拍，真紧就后去。文书团体也建议讲，要赶紧想办法来甲因保存。因白小车身的光华号，抑个台湾第一款的自强号 EMU100，中现伫台中旧火车站的铁轨路，吸引铁轨路尾雕像翕相，抑个会当直接入去光华号车厢，互民众体验迄当时坐车的感受。因过详细看，自强号车厢的尾顶就一粒车辆也伫豪华展示，铁轨路尾讲看了真唔甘。毕竟这是铁皮的一个外露，那它还有这个火车站旧火车站的建筑体也是有可能啊。保存本来就是不容易，因为本身这个车子就很旧了嘛。但是至少先一步一步来，慢慢做。台中铁路高架化了后，原本的台中旧火车站以 BOT 的方式规划，加做铁道文化园区，园方向代替买3款台湾有代表性的火车阵列。也毋过文书团体烦恼，民众近距离接触车厢，加上日拍雨淋，车辆保存是一个大难题。静态保存的时候，如果露天保存，可能不管说风吹、日晒或雨打、雨淋保存来讲可能会比较费力一点啊。那当然，如果说有个那个棚子可以稍微遮一下，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园方表示，会以这种的保存方式，是要重现列车停靠伫台中旧火车站时阵的样貌。台中旧火车站是固定古迹，包括月台甲热河边拢是规定范围，拢受文字法保护。
古迹的部分呢，必须要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的相关的规范。那所以有关于任何的古迹的相关的开发啦、建设啦，或者是任何的规划，其实都必须经过文资法的这些审查。园方表示，因为拢属于固定古迹的范围内，并不是会当随意加起，还是增加点变。除了加派人手巡查看道，也会定时维护车厢外观，加多元化运用，达到活化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新竹有一间钢铁公司开始承办对美国买一台全台湾唯一的工业消防分推车，这功能是真济全水阁大港。业者也讲，未来若真有需要，会当协助别人去救灾。消防车准备好势，水一喷出来，明显比一般的消防车更较大港。详细甲看，这台消防车外形参一般消防车真无共款。功能嘛加较齐全。一般大概UP车大概主要是救人，那接下来就是灭火。那所以它这个那个高度是30公尺，它实际上我们也有50、75公尺的。但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大水量，所以我刚在上面去，它同时视线喷水，所以对那个火场的压制是很有效果。这台工业消防车虽讲上悬敢若升悬至30公尺，比一般50至75公尺分推车较低，不过因为出水量大，上重要是会使直接在消防车下骹进行操作，大大降低消防人员的危险。它的性能呢非常适合在园区，那可以针对大型工业的一些灾害呢，有一个很有效的战力的提升。一般我们消防车涉水的10倍的出水量非常大，每一个半导体厂、面板厂，他们都会有消防演练。我们随时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都义务的去帮忙做消防演练。今日消防车该配搭专门提供水源的车辆，虽然讲目前全台湾敢若有1台，不过业者表示，若是有需要，赶快来提供资源参与救灾行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云林也有台南4县市做伙举办的2022夏季艺术节，对7月初2开始要举办。今年用音乐游记做主题，要60场精彩表演。在嘉义的演奏之下，云嘉南4县市共同举办夏季艺术节开始宣传。文化部艺术发展署长表示，7年来透过县市合作，替下县市的艺术文化带来真好的发展。执行了这么多年，也非常有口碑哦。那也是我们文化部啊，其实我们在推动各县市合作里面啊，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典范案例。这届夏季艺术节为7月初2一直到9月初4，云林县、嘉义县市甲台南市做伙推出艺术活动，其中云林县更配合台铁的火车，伫车厢举办艺文活动，希望除了艺术演出，嘛带动观光发展。不管从新营对开到斗六上车到新营这一段旅程，我们看完这样子的表演之后，然后可以在当地来逛它的景点，还有在当地消费。8大主题的活动，有60个场次的展演，同时各个县市各有特色，而且彼此的交流之下，让我们艺文活动更能够蓬勃发展。嘉义市文化局表示，这届用音乐游记做主题，佮邀请4县市学生囡仔联合举办创意的演戏比赛。60场活动有音乐、舞蹈、戏剧等等，希望提供民众通利用休热的时阵体验云嘉南地区的艺文活动。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湾男子叶兆德是台文界重要的作家，经过日本时代加战后，叶兆德开始人主心伫咧为台湾书写，就算经过白色恐怖，伊也是无放弃，伫戒严进前完成台湾文学史纲。少年导演柯惠婷用3年外时间，甲叶兆德的一世人呢翕做是纪录片，希望有艺术和文学的新对话。作家咧创作的时阵。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拢无落帮忙伊。经历日文到华语书写的转换，也经过白色恐怖的黑暗日，台湾文学前辈者叶兆德先生伫戒严前独立完成台湾文学史纲，建构台湾主体的乡土文学史。面对孤单稀微的写作路，叶兆德以勇敢也惊吓。文学到底是啥物？文学就是上帝和特别的人降下的报应。
叶石岛在生辛苦为台湾留下真侪人对伊的感念。少年导演柯惠林甲感谢林正杰等人，面烂读23本的叶石岛专辑，也做真侪功课，甚至带11位艺术家，用3年多的时间结合动画、版画、行动剧多元的艺术元素，高规格拍一出合作台湾男主叶石岛的纪录片。这要咱用身躯的语言去表达文字的语言，这因拢爱经过这些反刍，才我都去呈现出来。伊的路，伊的文学价值，伊的生命，伊的精神，永远是当代的。即个经济待伫遐遮久，即马不艺，有人甲这图晓开，互伊大汉，所以即个不艺的过程，袂当单纯靠一个作品，爱靠众人去看。我想大家会当得到这满满的感受。下党派立委甲议员也到တင်報南北二路的電影院，希望招更較濟人回顧台灣現代史，也用這出下世代的藝術影視作品，予葉石島的台灣文學命脈有新的能量。記者阿敏晶、曾泰文台北報道。伫咧柬埔寨渔民最近伫咧湄公河，搁再掠到上界大只的正水巷仔鱼。研究人员证实讲，这要到300公斤重、4公尺遐尼的长，写下这历史上上界大只的正水鱼记录。目前也甲这只鱼仔放生啊，研究人员会继续追踪。柬埔寨渔民用青色的篷布，甲大只的正水巷仔鱼为湄公河拖起来。这只巷仔鱼分数有3.9公尺长，300公斤重。超过2005年，伫泰国发现的293公斤的大只土虱，这只鱼仔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只的正水鱼仔。So this is very exciting. It's very exciting news because it was the world's largest fish. It's also very exciting news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is stretch of the Mekong is still healthy. 研究人员把这只分数移入的巷仔鱼，号名叫做满月。这已经是柬埔寨北部伫2个月内通报第4只大只的巷仔鱼，而且都是保的。研判这真有可能是因较接生卵的所在。为着要更加了解这种大只正水鱼仔的特性，研究团队伫因的分数点放追踪器了后，就放因转去。Bye bye. This world's largest fish was the first fish that the team tagged and released back into the river, and that means for the next year we'll be able to track its movements to learn about the stingray's life. 目前科学家正烦恼的是，湄公河当面临非法乌白掠鱼仔，甲塑胶粪扫污染的威胁。而且即马柬埔寨按算要起几下的水坝，用来做水力发电，真有可能会大大影响湄公河的生态环境。研究团队当拼死希望甲泰国、柬埔寨、寮国甲越南等等的国家会当做伙合作，推动湄公河保育的计划。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